看影片，无法度细说，都资讯对不对？哦，啊，你我人到了咧，哦，天空生苗，哎呦，看你要看啥物节目咯？看美国的，看韩国，看啥物咯？点就到哪里了？啊，那是叫天空生苗呢？哦，就这样子。啊，不过咱这WiFi是台湾的用一年，因为咱台湾基地台嘛，咁样咧。咱的卫星呢，唔是台湾的用一年咧，是3天8千这个，不管你讲地甲嘛有，天动嘛有，3天8千这个，拢有。啊，你有看过无？这叫看过。哎，安尼对咱有是有较认识啊，所以讲心如异空啊，哎是呾，所以个形容迄个是共款。所以咱唔免讲哦，我去大陆我就做我就是去，我去香港就炸我就是去，免遐麻烦，因为拢不满这个虚空通通有，而且伊是无来，啊嘛无去，哦，伊本来无叮当的啊，哎，啊本来清净的啊，哦，啊所以他有来有去，无来无去啊。第二嘛，你讲这哦，观受不在内。不住中间。你讲这个卫星，本体到底多少是倒啦？各位先生，咱卫星本体多少一个？我拢会去思想这个东西啊。咱小明是一去了，都是结婚才讲哦，咱就是到底玄关，对，到底玄关无唔对。唔过老师讲句话呢，打开玄关啊，以啥？见真我，执着玄关的跟人走，忘了玄关的已成我。各位先生，你太讲句话。因为伊传这个互还互咱，咱往执着，你若执着又跟人走，我讲咩呢？啊，无你啦，放下玄关，就是你莫执着，把它放下来，因为咱的自性，伊无伫内底，嘛无伫外口，嘛无伫中，啊，无咱的自性是无所不在，啊，知好？我讲一个更加简单的，你看手机啊，各位先生，手机啊，WiFi是倒？WiFi是手机啊中，还是伫内底，还是伫个外口，都不是嘛，不管整个虚空嘛，都有啊，那就比较看好。咱的佛性本体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所以观受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在中，是无所不在的。来，观心但有名字，名字姓李。这做好的物件啊，拢无人讲讲，我感觉做无晒啦，所以我们要定的这个就是叫一个咱提出来讲看嘛。虽然我含慢讲，含慢听，不过较搁浅，你逐拢做好听的啦。我比喻你就知影怎啦，咁样咧，所以咱这个自性的物件伊无名，咱若捌研究着做大经你就知，一摆就做为做是理讲啦，我有一本，本本咱无了解伊无名。无字，无头，无尾，无啥文，无啥是讲我一个对，伊讲啥物物件？那是咩是非啊？啥物啦？我知，迄个自性，各位先生，敢是安尼？你来讲无名无字，你个自性，了解到？因为咱自性无名无字啦，它什么都不是啦，佫伊个真空，佫会生妙有啦，就是这个物件歹讲安尼对啦，所以你看。它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若讲伊是自性，落字很像文字像啦，你若讲中嘛是咧讲自性，各位先生知所以不是不灭的佛性本体，你把它讲自性，而妙得而三妙三宝，你把它讲自性，反正自性伊的妙有够侪就对了，实是讲咱唔通去执着，因为本来无名。什么叫本来无名？我这点理论对啊，比如我就叫陈永红嘛，咁样咧。而且我出世的时阵有名无名，本来就是无名。是阮爸爸是阮妈妈为着讲方便叫我，唔知去找算命先咧，摆四条摆白咧，饮水这个欠水啦，人家为了陈永红，我就这样子来嘛。你看我迄阵用啥物用来？应该是英文的用啊，我是3点水用的，有感觉无？这永远红大米做好，咱这个3点水，因为我命中欠水啦，就是无智慧啦、混碳啦、暗慢啦，把我了水加了，加啥了水？我命来伊咧，所以你看我命我讲话你听，你得要拥有智慧，看到永远的弘法利生，你看我命高赞，高赞。你不会3点水就无法度你，咁怎样咧？所以来嘞，观法不得善法，不得不
说正有某有，迄个啥本来是民国的东西。因为咱的自性当中哦，伊无善愿，嘛无不善愿，因为绝对会变到善愿甲不善愿啦，哦，了解吼。所以我迄刚刚咧讲啊，有一个浅浅的花问，讲啥物叫善愿，啥不善愿？是咱自性太无迄个物件啦。哦，我嘛做歹见切顺的咧，啊，我想着自家啦，自家谈咱分享啦。哦，我就讲哦，咱的自性哦，就是哦，易经的无极。哦，易经的无极离太极嘛，太极是两仪嘛，两仪生四象嘛，四象生八卦嘛，八卦啥？哦，现在14卦，14卦384爻嘛。所以咱即个讲换个384爻啊，所以咱即个就要等于啥？无极。哦，啊无极就是空空洞洞。哦，啊所以即讲有散卦、八散卦，迄叫两仪，是不是一个仙啊？一个恶啊？一个散卦，一个不散卦，迄叫两仪啊，迄就是啥？就是无极啊咧。无极是空空洞洞的物件咧，嘿，啊，所以一动了咧，就叫变太极，太极变了咧，才有一个阴阳，有阴阳才有一个善愿，啊一个不善愿，所以只要道就是善愿还是不善愿，迄种参啥不成分的嗰种东西，好，安尼有了解无？哦，所以话，所以哦，咱经典爱研究足济就对啦，无你就知影咧陪咱嘛一句话无，即句讲袂通啊无嘛，即句讲袂通无嘛，即句。到尾啊，经典嘛请出来啦，金刚经嘛请出来，标语嘛请出来，啊，就是我们都是要请出来，大家都请出来啊，安尼啦。哦，为什么？该北京为师的哦，一个看，一个传道士啊，还是讲哦，迄个刚书啦，一直在读这三个纲目，传道、授业、解惑，就是讲所有人的啥问题，你都有办法一一把它解答掉。哦，现在呢，咱直接苦评这个纲目呢，今天，哎。我了哦，一个吼，啊啦，我就看伊哦，会使啊，应该会当亲口啊，我就亲袂落啦，奇怪了，太亲袂落啦，哦，我迄阵做高雄的领人，哦，亲自去兜拜访啊，我讲你人啊，我看你境界会当亲口啊呢，讲领人啊，我看亲口，我是安怎呢啊，就开始讲伊生活话来，讲哦，迄运动做麻烦的啦，迄内吼规矩有够济啦。这吼，要咱调骹啊，袂当安怎，袂当安怎，就是讲咱困难吼，足约束呀。各位先生，你有感觉了无？哦，刘是话哦，有啦，加减啦吼。哦，伊就讲吼，迄困，啦，几来迄个，甲伊足济人讲苦诶，伊讲无诶，红双包我买油油安尼个，咱未请到之前都有在写，各位先生，人啊，安尼来问下你来看伊时间。你的时间你破无掉，或者怎么讲，伊袂收到啦。伊的时间你来破掉呀，我做常客啊吼，我就话讲你人啊，你敢知影吼？佛教里面戒律偌济，你敢知？哦，伊就有 BQ 甲 BQ 2啦吼 ，BQ 爱先150戒啦 ，BQ 2吼，咱有380几戒啦，人家讲500戒啦，几钱？你戒这个这样嘞？后面可能就种15条有几年，15条500戒，你我猜啊济，你是要收500戒，是要收15条有几啊？你听这个讲，那就差400多戒呢，差足济呢，家己搁咱送来，你感觉落好水？这摆吼，就大家讲好啦，15条尔吼，无要紧啦，嘛500戒就好啦，是不是嘞？你就爱看伊叫啊，你在看伊心态啦，我就看伊心态，伊这来就你来不可能嘛，是不是？所以咱刚说哦，还有这个真的智慧，然后反应该做硬的对啦，因为去做家嘛，你无可能讲我各小这各尊比比的，我来边啊讲，是做讲，去做家嘛，无做好你做笔记啊，无做好你那个做草稿啦，我来在讲啥？无啦，伊讲啥你瞟一个题，讲啥瞟一个题。咱拢无咧思考，迄真正，真正用分心咧讲话啊，毋是你咧讲话，真正就瞟一个来解决你代志咧，就是咧，因为生活拢过得去，生活过得去伊生活听你讲啥伊就来啦，即个你听我讲，讲完吃你的心肝，来，我请教了，就这样，真的，所以你看，光法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知吼？所以就是当中。伊嘛无仙，嘛无恶，嘛无是，嘛无非，嘛无官，嘛无偏，没有，因为这对待就是啥？就是对待法，不是这究竟啊，好，所以心里不听不究言，听你不究文，
所以咧，就讲你看袂着啦，听袂着啦，较简单啦。啊，各位先生，你若讲课讲我，你看啥物来听？我拢会讲一个故事啦，最后讲一个故事来。较早四座德行安怎去游山玩水？看着自始东来啦，山遐大时阵一个道气足强的就对啦。就行左经过啥小路，看着三点啦，一个庙司啦，安尼啦。四座就是去问，请教一个师傅啊，比丘啊，恁遮有修道人无啦？伊讲，迄个师傅啊，比丘啦，讲，我逐个出家嘛拢修道人。四座讲，敢是？注意听敢是？恁出家就修道人，伊不甲你讲，还是我讲出来啦？敢是？是我无感觉有算修道人。阮后壁有一个叫做华罗禅师。人叫做懒惰，是安怎讲？伊就坐伫遐打坐啦，把去放去边，无咧用啥啦。人过你甲打招呼伊也无要插人啦，安尼啦，袂是足大地你共款啦，所以讲足奇怪啦，所以就毋知叫懒惰啦。你唔知敢是咧找迄个啦，安尼啦。如果唔安尼计款所以四座咧就搁行，去等着这个华龙禅师啊，就直接伫遐打坐，打坐的时阵你打招呼也无要插人呢。四座了打坐也无爱吵人咧，伊尾啊讲，禅师啊，你是遮用啥？就对啦。这个华龙禅师听就讲，有人咧问伊伊讲我是遮关心，安尼啦。四座就是讲关系何人，心是何物？大家讲话就是安尼，免坐啦，两句啊尔，华龙就坐袂牢，爬开啊，何人？啥物关系何人，心是何物啊？伊就讲请教一个讲咱附近遮有一个叫做啥道信禅师，你嘛敢捌伊？这个道信禅师啊，就是讲你找了啦，这个人道高望重，地位大大，我想要来拜伊为师。迄个师祖就讲，平真就是我就是就对啦。我讲你我真正踏破铁鞋无觅处啦，你家己走来，足欢喜的。来，我要一个草料，来，我要泡一个茶咧，我要招待一个。我就从伊去啊咱咧做拢独活，迄个土茶嘛，就好过迄货马赛车大过拢有迄骹号嘛。四道看就也惊了对啦。华龙禅师，你还有这个吗？安尼啊。所以四道看咧，这个就去啊，去到伊个寒舍就准备咧招待伊啊。四座就先坐，坐了华龙禅师就伫旁旁的，嘛要准备咧一段边上面聊天啦。伊要坐就进前四座就是就伫咧椅仔顶就安尼小起困华龙禅师看着拢敢坐落啦，唔敢坐落就是讲，你还有这个吗？安尼啦，讲禅宗就是安尼啦，拢大家问好啦。各位先生，这个故事讲完了第一个问题，上是修的人谁是修道的？各位先生，咱敢是修道的？是。我来讲，讲着紧的，较是真正修道的。知道吗？迄较是真正咧追修虑的性的就对啦。你讲无着紧，都不能修道，无配合的。所以咱袂讲着紧的，较紧的去请教你点老师。变咱讲无袂着，就你讲袂着啦关系何人？啥物人看？你自身咧看你敢会目睭咧看咧？各位先生，咱即个像你咧看我咧看，是你目睭咧看，是你自身咧看？自身咧看，我做一个比喻像咱这电话对无？是会倒，你若切到我咧，我就欢喜啊。所以本身会倒，伊就要经过电过伊才会倒，敢是安尼？咱目睭本身会看，伊就要透过你的自身伊才会看，了解无？安尼是目睭咧看，是自身咧看，是自身带动的目睭咧看咧，了解所以咱若学毋知安尼安尼去了，差不多。所以关系何人呐？你的自身的关呐，我打坐，我就咧关，那是关啥？心是何物？你的自身是啥物物件？无形无相要来讲会出来。无要关心啦，无法度啊。
所以吼，这个故事吼，就来报到这啦，因为时间我差不多啦吼。所以你看，看袂着、摸袂着、听袂着，毋过咧，借着啥？借着这个典故，咱慢慢去体会，因为这个物件就是家己去悟啦，家己去报啦，家己去啦领会啦，倒一感觉你讲，我知啦，容易啦，真正稳工的啦，好，讲了。中一不可信，就是讲伊安那倒个物件讲袂出来，讲袂出来，安那，不过咧伊用出来咧千变万化，这个红字这边流行，这个流行东西南北上下叫做流行，所以我们讲三千大千世界拢播完整个佛性问题，关就这体造理论关落来咧，多关就咱个行关，安尼有妙无？所以你看这个物件研究袂了啦。所以咱大家啦，继续努力啦，就是研究袂了，咱到有机会搁继续研究啦。无你若研究袂了，讲的一条线，敢名咧？所以像阮这帮一个人单较一届机会尔啦，所以感谢大家今仔报时才是时间短来，要多心啦，所以做水普及，目前咱做水先有关，大家前两后前两开点都有方法，就搞出来，一个成功，万事如意，好嘅，大家谢谢。玄道鞠躬，坤道鞠躬，3个人准备参加。